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，总统府昨来公布着监察院27位被提名人的名单。针对这个提名过程引爆的风波，总统蔡英文伫面册内表示，伊未推卸责任，会持续来检讨改进。原先副议长提名黄建庭，监委提名陈新贤，这两个缺讲暂时无要补，等未来有适当的时机再过来提名。另外，在野党来要求废除掉考试院甲监察院，可望伫29号立法院的临时会来处理。昨总统府的记者会，27位各位被提名人的人选拢公开，因为记者会有一个人选的风波，无多解说。总统蔡英文伫面册顶面写讲，提名过程引起争议，身为总统需要负提名责任，嘛持续检讨甲改进。本来黄建庭、陈新贤加出来副院长甲监委的这个缺，暂时无要补，留待未来有适当的时机才去补。辞去所有政党的职务。退出政党。通过后退出民进党，有人讲是真汉弹。事实上，民进党的党员入党办法第7条就规定讲，党员做司法人员、监察委员、考试委员，拢暂时办理注销党证，若无做了后，就会使恢复党证。不管他有没有党职，看到他的那个就是刷脸的，这个不是太脱裤子放屁，还是这个一方面要废除考监，一方面又要提好提满。这个逻辑未免会错乱了。可以把所谓废除考监的部分纳入到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政见当中。监察院尊费的问题，就看未来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开会讨论的结果。